自擦肩，情愫难通，空杂下满腹惆怅。李煜父子是他终身，还是为书法公诉去吧。将我归。
门都开。到现大几口水来了。你是谁家要刁娘？你我月牙当书房。他为我何事到书房？只叫我修身大大看那账。哎，你为我诚意不女呀？张郎啊，我就是与你订婚，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？小明儿虽叫牡丹，却也可是天下。啊，小，果然牡丹小姐来到书房。哎呀，是你啊，是你！不管啊，是不管。哦，小姐，请说啊。哦，小生书房前来，啊，何不到月下当书？小姐，请呐。
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！小姐，在啦！我站在远道来偷情。我虽比波带办公岁，我上把自己比张玉，真乃是福原乃把红女情。今晚多关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境？岂不为情中绝怪张郎意？梦里先来了龙女为，好一个梦里先来了龙女为，小孙子一家汉室家道兵，功名为担龙虎帮，怕无了小姐你终身。你须借一家坏事家道兵，我看你一定与金水好先生太远的府上富帅上相许，跟的那牛当金银水十分。他不带道理风水用眼泪，给予那富海豪情令人惊。我道姻缘已无非，恰谁知啊，今晚月下有相亲。妻子自说把离